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本日我会针对骨盆做瑜伽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、2个瑜伽砖、1条瑜伽绳、比较长的毛巾或者是皮带也没有问题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把1个瑜伽砖放下来。放在脚踝的后面这个地方，把瑜伽砖往内夹起来。第2个瑜伽砖，我们放在大腿之间，前面的1/2要放在大腿的前面。膝盖弯曲，把你的瑜伽砖放进来，放到最上面的地方，2个大腿夹紧，然后站起来。接下来回到脚尖的地方。让你的食指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右脚先抬起来，往里面转，再踩下来。换左脚，脚跟压好，脚掌抬起来，往里面转，脚再踩下去。2个脚掌踩稳，大拇指的地方往地板压，另外4根脚趾头像扇子一样分开来，往旁边打开。脚跟夹紧瑜伽砖，大腿也是夹紧瑜伽砖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启动我们的骨盆，好像穿裤子我们要拉链一样，把我们的骨盆往上提高，屁股会稍微夹紧，所以你的大腿这个砖要很用力的往中间夹紧，脚趾头放轻松，打开来。好，大家一起把大腿夹紧，停留。吸气的时候，让你的胸口往上，往天花板的方向，肩膀也往上，再往后夹紧，手指打开来，往下压。肋骨没有跑出去，肋骨要收回来，缩小腹的感觉。屁股没有松掉哦，屁股持续的收回来，夹紧，肩膀放松，保持呼吸。层层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，再一次层层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，最后一次层层的吸气。轻轻的吐气，好，放轻松，手松开来，把脚的瑜伽砖膝盖弯曲先拿掉。好，再一次，我们一样，脚夹着瑜伽砖，这一次大腿中间的砖拿开了，我们靠大腿的力量，想象砖还在中间。一样往内夹紧，但同时脚跟也要夹紧。所以刚刚如果脚不小心分开的人，现在再一次脚抬起来往内，脚抬起来往内，夹紧你的砖。好，脚跟往中间收起来，大腿夹紧，屁股也会稍微用力夹紧。好，吸气的时候把骨盆穿牛仔裤的拉链拉起来，肚子收上来。这边的肋骨往中间放下来，肩膀往上，往后打开，手指分开向下。在这边记得大腿跟刚刚一样，持续的夹紧。这一次用自己的力量往中间收，一样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再一次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大腿持续出力，屁股也要夹紧，脚跟也要夹紧你的瑜伽砖，肩膀持续向下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膝盖弯曲，手松开来。好，把瑜伽砖拿起来。好，我们轻轻的动一动，按按脚。
按脚的时候，把你的力量也从大腿的地方出力，然后让你的手有一点压不下去的感觉，手压它，脚出力往外推回来的力量。放轻松，按一按它。好，我们站起来。接下来第二个动作，我们要做英雄2，我们要来活动我们的骨盆的地方，左右的摆动它。好，把这个砖放在瑜伽椅的下面，这个砖会在椅脚的前面。好，你的脚掌、大脚球这个地方会踩到瑜伽砖上，脚跟在地板，脚掌踩上来。好，前脚膝盖弯曲，手扶着这个椅子，往后踩一大步。好，后面的脚掌没有往外，脚掌要往前的方向指。好，脚一样踩下去，脚往中间收进来，大拇指的地方踩下去。好，双手叉腰，我们先站直，站起来。手虎口的地方会放在你的腹股沟这个位置，两只手都放在髋关节的地方。前脚膝盖弯曲。好，膝盖弯曲，你的膝盖要记得往外面打开来，膝盖弯曲往下蹲，让你的膝盖来到脚踝的上方，可以的话再往下蹲一些些。好，在这边骨盆如果翘起来的话，请你让你的手带回来，让前面的手掌不会被大腿跟骨盆夹在一起，在这里停留。吸气，肩膀一样向上向下，你的脊椎朝天花板的方向延伸。吐气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前面的脚站直起来之后，往侧边做鞠躬，好像要把我们这一只手夹起来一样，往下夹。再一次吐气的时候站起来，膝盖弯曲，一样膝盖要向外哦。再一次吸气，脚伸直，吐气，鞠躬往侧边倒，夹紧你的手。吸气，站起来，膝盖弯曲。最后一次，站直之后，吐气，往侧边倒下去。好，尝试让你的左边的手往前伸，去碰到手指，轻轻的点着你的椅子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加上我们的手，吸气往前方来到耳朵上，把我们的胸口打开，我们的侧边腰拉开，骨盆一样持续的向后方送。还可以的同学，请你帮我把头往天花板的方向看。吸气，吐气。再一次吸气，肚子向外，胸口也向外，肩膀放松。吐气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头低看向地板，手先回到腰上，前面的脚膝盖弯曲，手回到大腿上，再站起来。好，脚先放下来，好，脚并起来。我们换脚，直接把你的瑜伽的椅子放到右手边来，换边。瑜伽砖放过来这里。好，跟刚刚一样，右脚踩上来，脚跟踩稳，大脚球踩到瑜伽砖的边缘，后面的脚手扶好，后面的脚往后退一大步，脚踩稳。手扶到腹股沟上，两边的骨盆抓好之后，先站直起来。好，前脚膝盖弯曲，记得大腿要往外面打开，膝盖在你的脚踝上方，并没有超出去太多哦。吐气的时候，请你站起来，往侧边，记得把虎口夹起来的感觉，屁股向后推。视线看向前方，肩膀放轻松。再次吸气，站起来，前脚膝盖弯曲，往外打开来。加油！
吐气的时候站直起来，往侧边倒，把你的骨盆推到最远的地方，让你的大腿内侧完全伸展开来。再一次吸气，先站回来，膝盖弯曲，在这里把你的骨盆摆正，手没有被大腿跟髋部夹起来。最后一个吸气站直，吐气侧弯，在这里停留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让你的右手的虎口再往地板的方向压一些些，把你的髋再向后送。这时候右手麻烦你放在椅子上，轻轻的点着，左手往耳朵的方向滑过去，屁股持续朝向左后方延伸。还可以的同学，请你头转向天花板，胸口再翻开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视线看向地板，手叉腰，前脚膝盖弯曲，手回到髋上，下面的脚踩下来，脚收起来。好，我们回到站立山式，两只脚并在一起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，在这边层层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。好嘞，挨等休息一下。好嘞，坐得轻好，动位哦。接下来，请大家准备一张瑜伽椅，一条瑜伽绳。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半月式，练习我们单腿的力量以及平衡，然后要把我们的骨盆、髋关节的地方打开来。跟刚刚的英雄2一样，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个左脚往前踩到，大拇指会对着你的椅子的边缘，这个椅脚的地方，脚一样食指朝向12点钟的方向。手的地方你可以选择手掌撑在地板上，或者你可以选择把小手臂放在瑜伽的椅子上。好，选择你想要的高度。后面的脚往后跨一大步，手一样叉腰，膝盖弯曲，让侧边的腰去贴着你的大腿，往下手撑好，可以轻轻的稍微扣着没有问题。好，力量我们往前送，后面的脚踮起来，前面的脚膝盖吸气的时候，请你伸直，然后往后打开来。手可以撑高，来到这边也没有问题。髋关节往外打开，臀部向前送出来，一样吸气，手叉腰就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吐气。还想要加强的同学，可以把上面的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指上去，再把视线看向天花板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头转下来看地板，手叉腰，前脚膝盖弯曲，脚往后踩下来。好，手叉腰，我们站回来，膝盖弯曲，合并脚。好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把椅子搬过来。刚刚如果太往前冲的话，我们的脚可以往后踩一些些，或者是往前冲，你的手撑上来就没有问题。一样选择你要的高度，脚先往前踩一大步，膝盖弯曲，手压在地板上，脚往后跨一大步。好，前脚膝盖弯曲，脚一样要往外打开。侧弯的时候，肚子贴到大腿上，把手撑稳。好，吸气预备，吐气，脚站起来，
脚后跟往后靠到后面的墙，帮助你把大腿前侧不要盖下来，往外的地方打开，脚要记得勾起来，让两边的大腿都是有在出力的。还可以的同学尝试让前面的手撑起来，让你的两边的腰一起往额头的方向，往头顶的方向延伸。好，吸气，吐气。还可以的同学，记得上面的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指上来，两只手都是远离耳朵，推上来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脚记得还在上面哦，不要往下掉了，加油，往上抬起来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吐气的时候，眼睛看向地板，头转下来，上面的手叉腰，下面的手膝盖弯曲，往后踩下来。好，我们站起来，回到山式，稍微休息一下，两只脚可以稍微并在一起，脚跟稍微分开，大腿往中间收紧，记得拉链拉上来，让我们的髋前侧打开，肩膀向下沉，眼睛可以闭上。沉沉的就吸，肚子向外，胸腔也向外，肩膀向下沉。慢慢的吐气，肚子往内收，胸口锁骨放轻松。再一次沉沉的吐气。轻轻的吐气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我们会需要跪下来。如果膝盖不舒服的阿公阿婆，可以把垫子折起来，折多一点没有关系，折在膝盖下方。好，我们把垫子折起来放在膝盖下方之后，两只脚先跪下来，双手扶在椅子上。我们的左脚要跨到椅子的旁边，好，然后脚掌会往外转45度。好，脚先往前踩一大步，先踩一点点就好，待会我们再往前走更多。好，脚慢慢的挪，慢慢的挪。如果挪不动的话，手帮忙一下，往前抬起来也是 OK。好，手请你撑好，脚踩好往外转之后，脚不可以翻起来，脚要踩下去。好，在这边跟刚刚一样，把牛仔裤的拉链穿上来，骨盆提高，屁股夹紧，屁股往中间往上夹起来，两只手扶在地板上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往下蹲下来，让你的骨盆整个往椅子的方向贴过去。好，吸气预备，吐气往前往下放松。还可以的话，手可以往前伸直，没有问题。记得肚子要收起来哦。大腿的地方持续往外打开，让你的屁股这边收紧，酸酸的，让它练习运动一下。后面的脚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请你把你的后面的脚抬起来，加油！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再一次吸气，后面的腿伸直，膝盖伸直，最后一个吐气。好，膝盖放下来，来到地板上。好，脚收回来。好，我们换边。一样把我们的瑜伽垫折起来，膝盖先跪上来，手扶好之后，脚往前踩一大步，可以先踩到这边来，手帮忙一下，往前拉。好，你的膝盖脚踝一开始会斜斜的，
重心往前，屁股往前之后，你的膝盖会在脚踝上方。好，吸气推高，吐气一样，先把拉链拉上来，往前送。脚记得向外打开来哦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再一次，沉沉的就吸。慢慢的吐气，还可以再加油一点的阿公阿婆，记得后面的脚抬起来，好，让你的肚子朝向地板的地方，持续向下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，好，膝盖跪下来，好，脚伸直，然后收进来，跪着，好。辛苦了，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要躺下来。好，把椅子移到旁边去。我们拿这个瑜伽绳，长的毛巾也可以。好，躺下来之后，我们把左边的脚先抬起来，膝盖弯曲。好，两只脚膝盖都先弯曲，左边的脚抬起来，往天花板的方向，绳子放在足弓的地方，往上提起来，脚稍微勾着，然后下面的脚，请你伸直往下。好，在这边，绳子交给右边的手，好，左边放在你左屁股的旁边，吐气，让脚往侧边倒下来。好，如果在上面你的屁股就紧紧的也没有问题，再往下倒也会更好哦。好，一样，骨盆往地板的方向送下来，屁股没有翘高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记得大腿要出力哦，把你的脚推直。最后一侧吸气。吐气，好，膝盖弯曲，我们踩下来。好，从侧边坐起来。好，我们换边，转过来。如果在家可以不用靠墙壁的话，不用这样转来转去，直接换脚就好。好，一样侧躺。好，换右脚踢起来，一样放在大脚球足弓的地方，脚要勾好。下面的脚可以伸直出去。右脚要记得是右脚踢上来，左手去抓着，右手放地板上。好，吸气预备，吐气往左边侧倒，好像两个大腿靠在一起，整个腿夹在一起的感觉。两边的肩膀、上背部都还是在地板上哦。记得上面的大腿要持续的出力。深深的吸气。感觉右边屁股外侧被拉伸，上面的脚也会紧紧的，没有问题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我们把脚伸回来，膝盖弯曲，脚绳子解开来。好，绳子放旁边，我们从侧边躺坐起来。好。两只脚可以膝盖伸直，拍一拍，动一动。好，坐在轻松的坐姿。动不？坐得轻吼。好，来休息一下，坐得2片哦。